早喺1975年，柯達出咗第一部數碼相機，第一塊可商用嘅 CCD 亦係佢發明。一般認為數碼相機嘅出現會令佢走向破產，其實唔係，當中嘅過程更加曲折離奇。父母嗰一代或者80、90後嘅童年存在柯達一刻呢一個詞語，仔女畢業、家庭旅行、BB 嘅第一個笑容。20世紀，柯達就等於攝影，90% market share， 曾經超過14萬員工。佢又點樣做到第一部數碼相機？但係之後反而被數碼浪潮所吞噬。要了解佢嘅失敗，先要了解佢嘅輝煌。創辦人 George Eastman 喺1888年推出第一部手提相機，口號叫做 You press the button, we do the rest。現代 marketing 經常提到嘅 razor and blade 喺呢個年代已經出現。柯達用成本價去賣相機，消費者就要不斷買菲林同埋沖晒相片。呢一個經營模式流行咗整整100年。佢嘅黃色帝國由相機、菲林、沖晒藥水、相紙到遍佈全球嘅沖印店所組成。而呢盤化學嘅精密生意令柯達每年賺取天文數字嘅利潤，最高峰嘅時候達到140億美金。1975年，柯達實驗室入邊一個只有24歲嘅工程師 Steve Sasson 研究出第一塊可以商用嘅 CCD 感光元件。佢野心唔止係咁，決定唔用菲林，整一部全電子嘅相機，用電影鏡頭、電子零件同埋一盒卡式錄音帶砌埋，一部重達8磅多士爐嘅 size 嘅第一部數碼相機就係咁樣出現咗。Sasson 好興奮咁樣拎俾高層睇，高層嘅反應係個發明幾得意，但係唔好話俾任何人知。管理層就正正陷入咗創新者嘅困境。大公司專注喺利潤高嘅生意，好似當時嘅菲林業務，點會突然睇得起像素咁低嘅數碼相機？同時，如果數碼相機發展得好，咁會取代自己嘅菲林業務，一動不如一靜。呢一個諗法就令柯達決定將呢一個潘朵拉嘅盒子收埋起嚟，諗住只要自己唔做，呢個世界就唔會改變。但你唔做，競爭對手都會做。90年代，一眾日本廠商 Sony、Fujifilm， 佢哋冇柯達嘅菲林包袱，落力咁樣發展數碼相機。Sony 嘅 Mavic 系列雖然畫質都唔係咁好，但係即影即睇，唔使沖晒嘅便利性，迅速搶佔市場。柯達為咗應戰，都推出咗自己嘅數碼相機。佢哋甚至嘗試推出一種叫做 Advantix 嘅改良型菲林，試圖將用戶鎖返喺舊世界。但為時已晚，柯達喺2003年嘅數碼相機 market share 只有17%，喺可以影相嘅智能手機出現，更徹底摧毀柯達，以至 Sony、Canon 賴以為生嘅卡片相機市場。柯達嘅化學基因令佢喺電子同軟件嘅新世界入邊完全迷失方向，過度擁抱菲林業務，錯失數碼浪潮。2012年，柯達呢一個曾經擁有14萬員工、市值數百億美金嘅巨人，正式宣布破產保護。呢一個消息震撼咗全世界。喺破產重組之後，柯達嘗試過掙扎，佢哋嘗試將品牌授權俾人出手機。喺2018年加密貨幣嘅風潮，佢哋又走去搞柯達幣，股價一度瘋狂炒起，但係好快又打回原形。甚至喺疫情期間，佢哋話要轉型做醫藥原料，但係呢一切都只係睇起嚟一個迷失咗靈魂嘅巨人喺度胡亂揮舞拳頭，始終揾唔返自己核心價值。柯達最黃金嘅100年，一直賣嘅並唔係菲林同埋沖晒技術，而係幫助消費者去記錄珍貴時刻。年代轉變，當記錄回憶嘅方式由菲林變成數碼，再變成手機，柯達因為固守住舊有嘅產品而背棄咗佢真正嘅核心價值。相反， Apple 同埋後來嘅 Instagram 繼承咗呢一個使命，用新嘅方式幫我哋繼續去記錄同分享我哋嘅柯達一刻。呢個先係佢真正悲劇嘅所在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